12月7號記得投票。我係1號民建聯周浩鼎，牙科街症唔使再通宵輪候，社區保姆時薪成功向上調，民建聯工作有實績，阿鼎爭取連任，守護一男一女婚姻制度，創造原居就業。請大家支持1號周浩鼎。大家好，我係2號蒼學峰，田北辰嘅接班人。2018年加入實政圓桌，喺屯門元朗多個地區辦事處工作，同時喺立法會深度參與政策研究，尤其係交通發展同埋鐵路事宜。各位屯門同埋元朗嘅選民，大家好，我係4號候選人金文峰，而家咧就喺屯門做緊區議員，亦都喺新界西北紮根咗10幾年，同時喺復旦大學讀緊政治學理論嘅博士，希望喺立法會咧可以將我嘅理論同埋經驗合二為一，為大家出謀獻策。我係5號工聯會陸頌雄。香港正處經濟轉型嘅十字路口，我堅持本地就業優先，釋放本地勞動力。我哋要發展新經濟，改善交通同基建，加強家庭友善政策。請支持5號工聯會陸頌雄。以普通科門診嚟講咧，其實屯門係唔足夠嘅。而家睇翻規劃發展與標準咧，係10萬人就有1個嘅普通科門診，但係而家屯門區50萬人口只係得3個普通科門診，計埋滿田村26年準備有嗰個門診咧，都係4個，仲爭1個。所以屯門診所嘅重建咧，我哋一定幫大家全力推進。除咗公立醫院之外咧，我哋認為私家醫院配套都需要，所以我哋一直爭取新界西北要有新嘅私家醫院配套。同時仲有個方式喎，而家就係我哋會爭取喺北都嘅第3間醫學院，除咗教學之外，仲要有埋治療，有臨床治療，覆蓋到服務俾到周邊嘅居民。同時間咧，大家知道公立醫院咧而家收費向上調，我哋認為咧而家只係得75歲以上領取長者生活津貼嘅長者先能夠豁免收費，我哋會擴大豁免收費行為，幫助到更多有需要嘅人士同長者。而家屯門元朗嘅街坊咧，如果要睇急症咧，一定要去博愛同埋屯門醫院啦。急症室最長嘅等候時間咧係6至到8個鐘。我哋成功爭取咗牛潭尾興建第3間嘅醫學院，最近亦宣布咗交俾科大去籌辦。但係我哋咧就唔滿意佢嗰個交通配套，因為一來一回咧，醫護同埋病人要行成20分鐘。我哋堅持要起喺牛潭尾站嘅隔離，好似屯門醫院咁樣，落輕鐵1分鐘就即刻可以到啦。咁除咗足夠嘅服務咧，質量一樣咁重要。我哋多次發聲，向醫管局要求設立一個問責機制，人工嘅加幅咧同重大事故次數咧要掛鈎。最後醫管局亦都接納咗我哋嘅意見，我哋會喺議會入邊繼續幫大家睇住佢，及實佢。嗱，而家醫管局嘅新界西聯網咧，其實主要有5間嘅公立醫院，但係喺新界西北咧，其實主要嘅壓力咧都去咗屯門醫院嗰度。咁我希望咧將呢個醫療嘅壓力咧可以向2方面流，一係向基層，二係向私立醫院嗰邊。咁喺基層嗰方面咧，我希望政府可以增撥更加多嘅資源啦，去優化我哋嘅基層醫療系統，特別可能一啲地區嘅康健中心咁樣樣。咁啊，市民咧就唔需要話成日去公立醫院啦，有一啲基礎嘅醫療服務咧，可以地區嗰度、基層嗰度咧就接受到。咁另一方面，私家醫院，我哋全港有1半嘅人口咧，其實都喺新界，但係咧就只有2間醫院咧係位於新界裏邊。我希望咧未來政府可以規劃一間私家醫院喺新界西北，咁我哋嘅市民咧就可以喺新界西北嗰度咧選擇公立醫院定係私家醫院，咁就多一個選擇，亦都可以進一步咧減輕我哋呢個喺新界西北嘅公立醫院系統嘅壓力。所以向基層流、向私家流，我認為係2個減輕我哋醫療系統壓力嘅一個方法。新界西北區內只有2間公營醫院，市民要輪候專科門診咧，要等46個星期。冇私家醫院，最近要去到荃灣。醫療收費改革令到唔少費用上升咗，欠缺夜診，提供夜診嘅私家診所亦都非常之少，公營牙科服務非常有限。我工聯會陸頌雄團隊建議要加強公營服務，加強公私營分流，大灣區區域分流，增加醫管局喺新界西聯網嘅資源投放，加強有需要病人嘅支援措施，特別係優化現時嘅醫療費用減免機制，喺屯門元朗區增設私家醫院，做好公私營分流。夜診我哋要求增加公營嘅夜診，提供更容易揾到嘅區內私人夜診資訊，爭取政府係推出更多鼓勵慈善團體提供夜診服務。近年多個市民到內地睇牙嘅，工聯會亦都成功爭取擴展醫療券使用到部分嘅試點醫療機構，推動大灣區醫療資源分流。